如何解決問題？歡迎嚟到住宅租賃辦公室。喺本視頻中，我哋將研究租賃期間如何解決問題。住宅租賃辦公室鼓勵業主同租戶盡可能直接解決問題，有助於業主同租戶避免聽證會。聽證會有時係一個緊張嘅過程。以下係解決爭議嘅一些最佳方法。喺租賃開始之前，明確交代租賃條款。雖然口頭協議係合法，但有時候可能被誤解或者遺忘。書面協議允許喺出現問題時引用。如果你解決問題，請保持溝通，留低商議內容同商議發生嘅時間記錄。如果口頭未能解決問題，請以書面形式提交。保存所有書面筆記、文本或者電子郵件嘅副本，以便記錄。記錄應包括問題細節，你認為應該如何解決，以及何時解決。如果發生爭議，記錄會係好有力嘅證據。熟悉標準條件。標準條件適用於每一個省、每一個租賃同埋列出業主嘅租戶必須遵守嘅規則，以及雙方嘅權利。標準條件必須附加到書面租賃協議。欲了解更多信息，請參考我哋嘅網站副本。如果業主同租戶之間問題唔能夠直接解決，你可以向住宅租賃辦公室提出。有關如何執行呢個要求，請參考我哋嘅網站。請記住，業主同租戶之間嘅互相尊重、溝通係保持長期關係嘅關鍵。保留記錄，了解你租賃嘅條款同埋權利。對租賃期間出現嘅任何問題要公開同明確。誠實同開放嘅溝通就造成咗成功嘅租貸。多謝。